大家好，我今日要介紹3個 NBA 球員嘅三分能力值。第一個球員係 Paul George， 佢效力過 NBA 隊伍入面嘅奧克拉荷馬城雷霆、76人、印第安納溜馬同埋波士頓塞爾提克。佢嘅高度係203厘米，而佢嘅體重係99公斤。佢嘅三分能力值係106，而加一張卡大概需要400萬支票。最後我試射10次之後嘅命中率係80%。雖然三分都唔錯，但係佢內防同籃板就有啲弱。第二個要同大家介紹嘅球員，就係現時效力紐約人嘅 Jalen Brunson。喺數據同基本資料方面 ，Brunson 身高185厘米，體重86公斤。雖然喺高人如林嘅 NBA 入面，佢嘅身形算係偏矮，但千祈唔好睇小佢。喺隻遊戲入面，佢最誇張、最引人注目嘅絕對係高達100點嘅三分能力值。最後我試射10次之後嘅命中率係80%。目前呢張卡喺轉會市場上嘅身價便宜，大約只需要70萬支票就有交易，所以我覺得都幾抵買。最後要同大家隆重介紹嘅壓軸球員，亦都係無數球迷心中嘅歷史級射手咖喱仔 Wardell Stephen Curry。喺基本球員資料同身體質素方面 ，Curry 長期效力於 NBA 嘅金州勇士，佢嘅身高係188厘米，體重83公斤。佢嘅三分能力值係110。我試射10次之後嘅命中率係90%，而加一張卡大概需要140萬支票。雖然喺控球後衛呢個位置上，佢嘅身材尺寸只能算係中規中矩，甚至喺對位一啲高大、強壯型嘅後衛時會顯得有啲單薄，但佢喺進攻端帶嚟嘅核彈級威脅，足以令任何對手聞風喪膽。最後希望大家鍾意啦，多謝。